上翻嚟啦，睇下兩邊嘅進攻火力啦，係咪有所改變啦 ？OK， 第二節比賽翻嚟，騎馬射箭，哇，好高難度喎！爭球，球員轉換啦，嚟到我哋嘅體育星嘅球權啦。分波個位，假嘅炒翻去，真嘅。小籃球規則啦，係去到半場自己嘅本科嘅半場先可以防守㗎。OK， 好靚嘅上下步啦，讀到犯規 ，OK， 有機會係罰球2次。球位係球員轉換，依然係變向打速啊 ！OK， 定錯打板定中。地板球爭斷係啦，爭球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動作。注意安全。冷靜啲，注意動作。OK。看这口拉掉啊！double team， 依然係普通犯規，罰球2次。Rebound 進攻籃板，爭球，球權轉換，繼續係體育星嘅球權啦。Stop and go step and line 回，是打一個球嘅姿勢，就係自己嚟啦。OK， 罰多2次。
己依然係鏟爛晒入去，OK，高難度啊！睇人啊！呢邊嘅追身嘅2分啦，慢慢後俾邊咧攞翻先。謝平個數啊，俾到牛位，但係呢個好成功嘅打荷包落嚟。10秒鐘嘅時間，睇下打一個咩快速有效嘅戰術呢？